家長期望政府制定雙層社保時，對過去未有供款嘅長者能夠追補登記，方便長者領取養老金。呂啟智報道。街總理事長姚鴻明係出席一個敬老聯歡茶會嘅時候，期望政府可以為60同埋65歲以上嘅長者追補登記供款社會保障基金，並且建議長者一次過繳交相當於5年供款嘅金額之後，每個月可以領取1700蚊嘅養老金。當時呢，政府就提出就係要供滿5年後先再攞，咁但係我哋覺得似乎就唔係咁適當，咁因為而家老人家都等得好心急，好多都向我哋街坊會提出要求政府呢能夠盡快去推出同埋實施。現時社會保障基金每個月供款額係45蚊，而根據政府嘅統計，過去冇供款嘅長者大約有2萬幾個。澳門電視台記者呂啟智報道。